接下来要演出的是台北县原住民体育发展协会。下一个单位永福同乡会，请准备。台北县原住民体育发展协会要演出的曲目是《庆丰收》。谢谢台北县原住民体育发展协会的演出。接下来也是我们第一阶段最后一个团队的演出。现在要进场的是永福旅北同乡会，他们所要带来的曲目是原住民的力与美。Utapang tomo kakitan numita misamisay. Ukako utomo no yongfu bernos. Amisatapang toko lisin likula nunamo. Masanaro ay to kapah to kaing. 来
hadirat ako niya ilisin no永福，那来 nomor dos， 哎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歌舞竞赛。第二阶段要进场的第一个队伍是新庄市原住民族发展协进会，他们所要表演的曲目是《欢乐年年》。
们谢谢新庄市由头目大赵所率领的台湾的协进会的团员。下一个单位要演出的是板桥市。板桥市原住民族发展协进会要表演的曲目是《庆丰收》。
这里的每个班的感谢谢监督。谢谢板桥市原住民族发展协进会的演出。接下来要演出的是第3个单位三峡镇。三峡镇原住民族发展协进会要演出的曲目是《海洋之歌》。
耶哟呀！我们谢谢三峡的表演。接下来是泰山协进会。咿呀吼咿呀，那咿呀吼咿呀，那咿呀吼咿呀，咿呀吼哎呀那因吼咿呀，咿呀吼咿呀，咿呀吼呀，咿呀吼咿呀，那咿呀吼咿呀，那咿呀吼呀，咿呀吼咿呀，嘿吼呀，咿呀吼咿呀，咿呀吼咿呀，咿呀吼咿呀。
谢谢泰山乡的演出，接下来要演出的是戏子是第6个单位深坑乡，请准备。台北县戏子市原住民族发展协进会要演出的是《海岸阿美丰年歌舞伎》。我那个的内罗跟他戏子协进会。
嗨呀，你嗨呀嘿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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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呀，你嗨呀嘿，呀嗨啊，嘿呀喂嘿啊。谢谢深坑乡的演出，接下来是淡水镇。
协进会要演出的曲目是《欢乐好时光》。
下一个要演出的是永和市。
所要演出的曲目是《庆丰收》。 也要
我们谢谢树林市嘉利蛋头目所带领。